食物的處理、保存和選擇。我們處理食物時，要注意個人、用具和環境衛生，避免沾污食物。烹調肉類和海產時，要徹底煮熟。購買時，要選擇安全衛生的食物。脫水、醃製、急凍、真空和灌藏是常見的加工保存食物的方法，能延長食用期限，但部分食物的營養會因此而流失。新鮮食物容易變壞，我們要妥善存放，才可令食物保存更久。